界的科技巨擘 Google 公司，在决定来台南要这个购置土地来新建资料中心。那这个部分以 Google 的部分来讲，我们其实酝酿了蛮久，从赖前院长担任市长的时期就是酝酿，到了李前市长，一直到现在，终于瓜熟蒂落，这个开花结果。因为全程我们都是在非常低调，也应 Google 公司的要求，他在评估设厂土地的时候，那我们都没有避免张扬。第一个是避免蓄意有人炒作土地，第二是避免邻近县市、其他县市的一个竞争，所以我们飞到这个已经成熟的时候，我们不对外公布。那我觉得其实这部分也是第一方面是负责任的做法，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不打高空。第三个，我们事实上以七股、将军、北门中间的绿电轴带，那配合这个 Google 在这个台南科工区的一个资料中心，再配合台积电在南科的一个绿电购买的需求，事实上台南的绿电已经事实上不仅是这个数量很多，而且是供不应求的状态，因为 Google 已经全程至少要用20%以上，一说是50%以上的这个采购绿电